我感觉迄个吴雄老师是一个做好讲洗脑的人哦，而且你搞不好无张无弛当中，我们就会被洗得很成功哦，会洗得不知不觉。迄个改变非常，迄个改变包括是我想要讲洗脑的不知不觉性格都被洗去了，那个有点可怕。唱片做完，听完混音，安静下来想，这件事情是可怕的，就是不知不觉当中，迄个个性叫洗去啊。所以第一项是个性洗去，所以自然迄个创作的方式会无共款啦。这包括我家己去听我进前的歌曲，我就很明显的那个差异很大，写旋律的方式、编曲的方式，唱歌的方式是完全改变。就是。就拄仔有讲到，讲迄个，阮过去的演绎吼，可能阮定定伫世界伫走唱，所以阮伫演绎的时阵吼，都会很用力做很多，吼。你就觉得我很用力啊，可是为什么就哪里还是怎么样，怎么不足了吼？之前伫唱歌的时候，一个新的发现就是讲，有很多状况其实是不用这么用力的。我的意思是讲，唔免拼开力的。所以我家己听，我就知影迄个唱腔上、音色上，其实是整个很大的改变。我应该讲，我有什么没有变好的啦？应该是讲，我瞎了这件事还是没有变。譬如说有一些时候呢，有一些人唱歌他不喜欢转音，尤其是台语的迄个转音方法，大概感觉爽，实际上。在适当的时候做一些转音的时候呢，它其实是产生非常多的亲切感，对，而且要记得，就是说那些转音，那些尤其是台语的转音，心肝，那个转音，就是那东西它其实是来自血意，来自这个语言原始的一种情感表达方式，那个是你与生俱来有的，你的成长背景里面有的。那我们后来避开，就是因为我们所受的音乐教育是西洋的，是西方的，是现代的，比较现代的。那这些东西里面表达方式不一样，所以我们觉得说来卖唱你来登音你阿个真的足爽呢。实际上，当你要避开自己的 original 的感情的时候，你就会变得更爽，因为你学的又不像，你又没有自己。就会因为不修这个，那俊杰这次我是觉得呢，他在写歌的那个过程里面呢，有很多旋律，有的时候明明你如果是演奏曲听那个曲子呢，那个音这样比较好听，可是歌词进去的时候呢，他其实要顺着歌词去唱，即使那个音没有比较好听，但那感情就会比较好。对，这个东西其实是。在那个创作人来讲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的。